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边仔的和平新生天桥。市政府伫昨深夜开始来拆除，反拆除的团体是伫现场抗议。在地议员苗鹏雅讲，这个市府也未针对着路口做改善的措施进前，都甲天桥拆掉。这就袂输，就是这无伫安全帽就骑车就路。市府是回回讲，已经做好着规划了。 刚高机械甲施工车辆准备好势，附近的道路封封起来。施工人员开始拆新生和平天桥，互护桥团体甲部分的民众真受气。抗议讲，拆天桥无应该这样落错。市议员苗鹏雅更加透露，要爱市府做好交通安全的配套，才来拆除。市府会函讲，分阶段施作中央分隔岛甲庇护空间等等。 但通行的动线改善了后，这个执行相关作业，严格即卖已经动手拆了。蒋万安现在要拆这个桥，最重要的是要把交通行人安全的配套做好，包括了中央分隔岛、庇护岛头，还有临时的行川线以及斜坡道都已经完成了。大家可以去现场看啊，路口的4项。 请问都有行人庇护岛了吗？蒋万安变成先骑车上路，半路才手忙脚乱的戴安全帽。他当立委、当市长、做大官都坐车，他没有办法来苦民所苦。议员不分党派，爱市府做好规划，严格市府认为已经完善配套，是讲附近的住户都不是安尼想啊。如果要拆的话，请告诉我为什么要拆？昨天晚上一个晚上，从1点我就一直没有睡觉，被他吵到差不多。 3点多，我吃安眠药我才睡着的。你说我现在要过马路要怎么过？而且它的秒数很短。很多东西都是40、50年了，你这个东西不合时代了，时代的需要，那就拆吧。附近的居民看法不同，严格无论天桥要拆也是唔拆，用路人的安全才是上界要紧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